歡迎嚟到讀聽新聞，以下內容來自11月1日 ReNews 嘅 Facebook 專頁。80年代主演多部經典喜劇嘅資深演員馮淬帆逝世，享年81歲。近年長居台灣嘅馮淬帆近期已經傳出抱恙，5月曾經因為肺炎住院2個多月。上個月28日，另一位資深演員許紹雄傳出死訊嘅時候，馮淬帆亦都有發文悼念，指出終須一別。當時馮淬帆形容自己亦都已經病入膏肓，仲寫低賢弟那邊等，餘興隨後來。馮淬帆1944年喺廣東出生，生於粵劇世家，父親馮鏡華同母親吳惠農都係粵劇名伶。佢6歲時隨家人移居香港，60、70年代加入演藝圈，初時主要拍攝電視劇。80年代作為演員參演多部電影，其中喺《奇謀妙計》、《五福星》、《精裝追女仔》等等嘅生鬼演出，令佢成為一代笑將。1988年喺最佳損友中飾演嘅牛精範，用生果借代粗口金生橙你個提子等等對白，喺台灣被翻成字幕香燒你個巴樂，更加一度成為台灣流行用語。雖然憑一系列喜劇廣為人知，但馮淬帆後來曾經多次表明自己並唔喜歡呢啲作品，甚至批評係爛戲、恥辱，大力批評當年拍咗好多呢一類作品嘅導演王晶。馮淬帆喺香港發跡，但係佢1970年代起已經參與親台灣嘅港九戲劇自由工會。1980年獲中華民國身份證，1986年移居台灣。佢嘅身份同政治認同亦都相當鮮明，曾經強調自己唔係中國人，對英國殖民地同香港並無感情。佢亦都唔係台灣人，而係堅定支持中華民國反共嘅中國人。曾經喺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喺社交媒體發文，留下大陸淪陷、匪偽政權成立、國殤日等等嘅字眼。